3月2號，社交平台 Threads 上流傳一個大影片嘅 post， 引起廣泛關注。內容係一個男人喺輕鐵車廂入面當眾拍打瞓喺 BB 車嘅嬰兒，令唔少人震驚。目擊者透露，男人對 BB 嘅行為好粗暴，佢睇到都心痛，但因為覺得對方似係黐線佬，所以未有當面阻止。大家都好擔心 BB 嘅安危，希望透過呢個 post 令 BB 嘅屋企人留意到呢件事。男人疑似係涉事嬰兒嘅家屬，條片係天水圍輕鐵車廂拍攝。片入面 BB 將隻腳放上 BB 車嗰陣，男人用力拍佢隻腳，搞到 BB 喊晒口。雖然片入面只係見到男人拍咗一下，但目擊者表示最少由天恒站打到天水站，仲聽到片中男子對 BB 講：你伸隻腳上嚟啊，我打到你唔識伸上嚟。仲話連續拍咗 BB 隻腳超過20次。目擊者仲提到，當車門打開準備落車嗰陣，男人仲用手機好大力咁拍落 BB 隻腳度，令佢覺得好不安同心痛。目擊者話 BB 被打時只係發出微微哭聲，呢個反應更加令佢心碎。今次係我人生中最希望一個 BB 大聲喊出來嘅時刻。佢坦白話，因為怕對方會失控而唔敢上前阻止，心入面覺得好愧疚，向嬰兒懺悔，覺得冇辦法幫到佢。呢個 post 引起大量網民嘅憤怒同埋討論，大家紛紛譴責嗰個男人嘅行為。有唔少人話，光天化日之下都咁夠膽，私底下會點好難講，唔識得教小朋友就唔好生啦。仲有人直接叫佢做人渣。同時，大量網民都呼籲要即刻報警處理，話呢個已經係明顯嘅虐兒行為，擔心嬰兒嘅安危。目前元朗警區已經介入調查，警方而家調查緊係咪涉及家庭暴力虐待罪。放屁